来看台中的消息，台中市纤维工业博物馆最近举办这个岁时经纬人间国宝邀请展，邀请由文化部登录认定的这个车手的刘千绍、甲技师黄兰叶两位艺术，展出因的作品，同时佫规划车手的小学堂、甲体验课程，和大家更加去认捌这项传统工艺。花条。我觉得这个花条是比较特别，我想到你们每一个人都见过。国宝艺术刘千绍亲身小改作品，草民众则会体验车会世界。这是台中市纤维工业博物馆最近举办的活动，展览车手刘千绍黄兰叶的作品。博物馆嘛分别安排两个艺术和民众面对面交流。喜欢刺绣啊，那以前学校都有在教这些针法技法，它的那个整个线条的搭配啊，渐层都做得很好。除了艺术导览讲因创作的想法，现场佫有体验的课，每一针一线伫咧布顶面挑花车绣，看起来真简单，总是有10几年的功夫，工法有路，技术嘛多元。包括现代的元素，我们应该如何来把它多加的运用？这场车手小学堂，请真侪民众来参加，透过交流活动，感受艺术精彩的创作，嘛，互大家愈熟悉这传统工艺水。有事没事，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